咁風林火山咧，終於都喺10月1號出咗街啦。咁依家網上嘅風評咧都係好壞參半，甚至可以話咧主流意見都係比較麻麻地。咁我今次會分開優點同缺點，講一啲我留意到嘅嘢，同埋嘗試用 Juno 嘅角度咧去解釋下點解有啲位咧佢咁處理。咁其實講優點咧，呢套戲咧我諗無可否認，大家都公認地咧一定係會講美術嗰方面嘅。咁如果你又有睇開 Juno 啲 MV 咧，你會見到嗰種咧好粗獷派嘅建築之外咧，仲會有好多同年代不符嘅老舊道具，咁形成咗一種好 moody、自然、沉鬱壓抑嘅感覺。咁呢方面咧係套戲比較突出嘅位置嚟，只係唔啱聽嘅説話，你想唔想聽？咁先唔好講咧，依家網上面個個都講話97年有 iPhone 呢樣嘢啦，因為我真係覺得咧呢個係電檢嘅不可抗力嚟嘅，其實冇得追究，因為責任真係唔喺佢度。但係我覺得最大嘅問題係咧有段7嘅戲，咁間7咧係同我哋依家現時落街行嗰啲係一樣嘅，哇大佬有 Google Gift 卡，有杯麵又剩，之前堆落嗰啲美術氛圍感係一嘢冇晒嘅。咁嗰幕究竟發生嘅咩事呢？不過成條片嚟講，其實就係得嗰幕係有問題 only， 整體嘅美術氛圍咧都係好 keep 到嘅，雖然唔係話有啲咩好突破啦，而畫面上嘅處理同運鏡咧都係上乘好睇嘅，有好多畫面咧都感受到佢用心雕琢咗好耐，有啲仲可以咧 cap 落嚟就可以做 wallpaper 或者 CD 封面嘅級數，加上咧有上乘嘅動作安排啦，一啲將動作咧加快或者減慢，幾樣嘢加埋咧都感受到 Juno 嗰種獨特嘅導演風格嘅。而喺演員演繹咧同埋對白方面咧，咁呢方面我覺得係好壞參半嘅位嚟嘅，而兩樣嘢都有一個同樣嘅走向，就係件事好 Juno。即係無論係主要演員嘅演繹或者對白都好，都帶有 Juno 嘅影子。演員嗰方面咧，我甚至有一種咧好似睇緊 Juno 一個人演獨腳戲嘅感覺，因為個個都好似做翻佢本人呢個角色咁樣。而對白上咧就有 Juno 嗰種似有若無嘅 feel， 特別嘅停頓位，但係整體上對白係寫得有詩意同精煉嘅，會成日做到句中有句，另有深意嘅對白。但係好壞參半嘅地方就係咧，你本身個人食唔食 Juno 嗰種電波咧？如果你中意佢嗰種慢 moody 有深意嘅感覺咧，而且你仲可以長時間睇勁耐咧，咁就好啱你。但係對我嚟講咧，就有啲過多同過量，睇嗰陣時有啲消化不良。咁依家就講一講咧，我對呢套戲嘅負面感覺，主要上係覺得咧角色其實係冇分到主次，亦唔係行群像戲嗰種處理手法。咁數落咧，其實有成4個係主角嘅角色嚟嘅，而佢哋都有一個咧極厚嘅 background story。咁 Juno 咧就選擇咗每一個都交代晒，想試下 develop 晒。但你2個鐘呢個時長，再加埋電影每一個故事事件參與嘅角色都比較上冇交集，咁變相咧出到嚟嘅故事結構咧就冇一個好實嘅起承轉合，而角色咧都唔係話好 develop 到。即係可能好 touch 到觀眾，或者觀眾咧都未能 touch 到啲角色。咁亦都有聽到有啲觀眾話啦，個故事其實好1999唔知做緊乜啦。但係其實我睇完套戲咧，個故事其實唔算好複雜。如果啲對白咧你跟得好足咧，你一定會睇得明。同埋加埋電影最後一幕咧係有少少神來之筆嘅，佢一下就解釋晒成套戲講啲咩，同埋啲角色關係。咁我極懷疑咧係佢哋剪完條片咧，發覺啲觀眾咧都唔係好明套戲，所以特登補拍落去嘅。咁究竟 Juno 喺呢套戲度搞緊啲咩呢？或者本身佢嘅諗法係啲咩呢？咁呢一度咧純粹係我個人 FF 出嚟，咁大家聽下就算啦。咁首先我都幾肯定咧 ，Juno 佢喺每一個角色上咧都花咗好多心機咧去堆個 background story 出嚟，就一口氣咧寫咗好多。咁其實呢啲嘢咧其實越多越好嘅。咁呢個角度嚟睇係完全冇錯嘅。然後佢就開始就翻啲角色咧寫啲場口出嚟，去連接起佢想講嘅故事，再盡量將諗到嘅場口咧全部拍晒出嚟。咁你都知佢咧其實接近無限成本噶啦，咁容後咧再俾個剪接師搞，去俾個剪接師幫佢講呢個故事。咁呢個做法究竟有啲咩問題呢？就由頭至尾咧，佢都冇諗過故事要點講，甚至咧因為對每個角色都相當喜愛啦，所以叫剪接師剪出嚟嘅版本咧係冇放棄到任何一個角色嘅，任何一個角色都要嘗試發展下佢。咁最尾分分鐘咧都講唔埋個故事，而一路繼續諗辦法去剪同補拍。咁最尾咧又係搞咗張淑平做救火隊，成功剪咗一個咧2個鐘講得埋故事版本，就拎咗佢出街。咁依家咧就係呢個結果啦。咁如果 Juno 當初諗下個故事大概要點講，同埋肯集中就係講翻1-2個主要角色咧，咁件事加埋佢精良近乎嘅執着嘅製作咧，咁套戲就絕對有機會唔會好似依家咁樣發展，可能成為香港一套咧史詩黑色電影都唔出奇嘅。只可惜咧世上係冇如果，同埋記住啱啱我講嘅嘢咧，全部都係我 FF 出嚟啊，唔好當真啊 ，OK。咁今次係冇喜愛指數嘅，因為我對呢套戲嘅感覺咧好複雜，都已經唔係喜唔喜愛咁簡單。
咁同埋咧，如果有啲觀眾咧想睇加長版或者導演版咧，記得入場支持多啲，因為呢啲嘢咧係有流量咧先有機會去做。如果唔係咧，套戲嘅生命咧就咁完㗎啦。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咧，可以俾 like 同 follow 呢個 channel， 同埋可以喺下面 follow 個 Fat 同 IG， 得閒同我傾下偈。好，下次再見。